其實對於我嚟講咧，呢個作品咧，佢冇話好深刻地影響我自己對自己成長嘅睇法，因為我本身都好明確嘅。但係對於我嚟講，最大嘅影響係佢令我更加關注呢件事，因為我未拍呢樣嘢之前咧，我係唔會去關注或者就算 IG 睇到我會直接飛走啊嘛。但係拍咗呢樣嘢之後咧，我可能會睇多咗或者因為我比較我知道咗裡面嗰個角色引申出嚟嗰個群體佢嘅心路歷程或者佢面對嘅困難係點，我會因為呢個位咧，我會更加清楚知道，如果我身邊有朋友或者係有識嘅人，佢面臨住呢個困境，我哋係可以俾到啲咩支援佢，或者俾到啲咩幫助佢，去令佢感覺到唔好話佢俾人排斥啊，或者係覺得佢同其他人唔同。其實我覺得成條片帶出嚟嘅嘢就係其實係人人平等咯，即係無論係性取向定任何嘢，其實都應該係一視同仁咁去對待佢，唔好話特別界分佢係佢係同性戀嘅，咁佢就喺嗰度；佢係異性戀咁佢喺嗰度，其實大家都一樣。